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投票进程上尾一个拜六礼拜，台北市长的三大候选人陈时中咧举办游行，黄珊珊是办造势晚会，蒋万安是继续咧扫街。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张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见面，强调贺锦丽对晶片特别有兴趣，而且强调美国帮助台湾的决心。莫德纳抗 BA.5 病毒株的疫苗2天就超过2万人去注。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抑搁咧参详敢要买 BNT 新配方的疫苗。新闻头起先来看11月26投票进程上尾一个拜六礼拜，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咧举办游行，无党籍的黄珊珊是办造势晚会，国民党的蒋万安是甲牵手继续咧扫街拜票。另外，针对卫福部长许瑞元指出，对陈时中的冤仇，拢是因为挡着人疫苗的生理的在路，互那边两派批评讲咧甲陈时中斗暗黑。台北港岛北区无人宣传车停满区内发表言论，当场互警方阻止，以社会法上班。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举办跳笑台湾为爱离走游行，发生意外，好在无影响游行。另外，被政府受限特权，陈时中爱支持者用爱甲包容来进行这场选举。台湾经不起撕裂，台湾经不起对立。我们要把这个风气把它转变过来。我们坚定投我们支持人，但不要仇恨对方。陈时中在支持者陪伴之下，为竞选总部出发。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市府广场热听，无党籍黄珊珊也举办造势晚会。台北市长郭文泰徛台，要争取年轻中间选票。对卫福部长许瑞元进行表示，陈时中受混搭，来自党疫苗中拿在路，也引起南北批评。前任部长跟这任的部长都不说前科是谁嘛，还要他去问薛瑞元，薛瑞元什么时候变成他是他指定他的竞选总干事去做这件事吗？现在薛瑞元为了护航陈时中，如法炮制谎言，民进党上下甚至全部一致赞同，凸显了民进党的堕落。陈时中表示，伊即马在选举若要公布中人名字，爱问许瑞元，许瑞元继续回应。疫情期间有中人咧卖国抢牌疫苗，暗过拢空嘴布置，为找工商企业、宗教团体，搁转来问指挥中心进口代志，强调陈时中捌当未少疫苗的变线啊。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民众党的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最近因为助理的问题真受到关注。昨举办造势晚会时阵，又搁引起外界质疑。高虹安阵营讲有2/3的里长拢到场支持，根本就是咧碰风。现场实际人数无遐尔济，有75位的最能够代表基层民意、最接地气的里长们来到了现场。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昨到造势大会，讲有要甲2/3的在地里长到场支持。不过，社运人士因地大地伫咧 FB 讲，实际到场的里长人数甲因所讲的无同，有部分里长好人，所以哪里对手拢发出谴责的声音。真实到场人数是否有他们喊出的数字，外界非常怀疑。也有社群指出，有里长根本没有到场，却出现在名单。且有些是前任里长或是里长候选人，我想这是高委员要回答的。高虹安今天的做法，让非常多的里长觉得自己根本像个工具，一个被列明的选举工具，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尊重新竹市里长、不尊重基层民意的一些态度。里长的名单敢若是灌水，高虹安20为议员的候选人徛台辅选时阵。伊讲感谢国民党这边新竹市副议长吴邦彦、加前议长谢文正，带几多位里长到场加支持，也讲特地人士伫咧带方向，唔免安尼死。我相信呢，其实网络上或者是有一些特地的媒体人在带录像，我觉得这一切都大可不必，因为昨天的画面已经证明了一切。因台北市长郭文哲进前暗指新竹市府贪污腐败，将新竹市长林志坚反击。讲郭文哲伫咧制造受分，郭文哲20到台中府选时阵呛声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除非林志坚做到正直诚信，若无是食歹解释贪污的疑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候选人谢国良，昨伫造势晚会当中表示，
投票迄天家人会大规模停电，质疑有歹意图。若台电是回讲，这是为着例行性的变压器检查才会停电，而且停电的范围无包括着投开票所。不过为着要避免争议，是已经取消这摆的停电检查作业。1126的当天，我们基隆会有大规模的停电哦。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东西就是叫做意图不轨。国民党籍基隆市长候选人贾国良19暗时伫国民党800旗头暗会当中表示，11月2日投票日迄一天，基隆会大规模停电。台电发声明强调，原定投票日迄一天要进行例行性变压器调检停电工作，影响户数142户，无包含投开票所。为避免误解，已经取消投票日迄一天任何工作停电作业。这是有心人士刻意误导民众的一种说法。对于台电公司每一天在现场努力工作，确保供电稳定同仁的士气而言，这是最严重的打击。台电表达严正抗议，强调贾国良的造谣行动对徛伫一线努力工作的同事来讲是上大的侮辱。隔天，贾国良出席活动回应，是接到当地立场反映，投票日迄一天有部分户数停电，才伫台电提醒大家爱注意。让台电来正视这个问题，是绝对合情合理的。很遗憾，现在连台电都变成选举机器，鬼扯超级的厉害哈。那我想台电自己也重新发一个声明，也说明了相关的事情。那我只要讲说，选举没有人选到这么夸张的事情。基隆市长林佑昌也反击贾国良是选前告急，选前特别交会，投票日迄一天的强电敏感问题，也意外招做候选人公放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昨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见面，强调贺锦丽对晶片特别有兴趣，也欢迎台积电去美国设厂，而且强调美国帮助台湾的决心。不过，半导体产业即马算是面对着通货膨胀，也有库存消袂了的问题，可能会衰退。也不过专家嘛讲，若是俄乌战争收煞，景气回升，咱半导体产业就有通好恢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伫 APEC 亚太经合会结束了后，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面，两人亲切会谈翕相。张忠谋讲，贺锦丽关心晶片议题。他是对于这个晶片是特别有兴趣是跟我表示是这个他非常欢迎台积电在 Arizona 是设厂。他重申了这个美国对这个台湾的这种帮助台湾的这个决心。张忠谋讲，台积电美国12月开幕典礼，除了邀请美国商务部长参加，台积电的大领导友伴嘛有邀请。只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经过2年外受落，煞面临高通货膨胀加高库存的冲击。工研院三科国际数预估，今年全球半导体产值差不多6185亿美金，成长4%，增加幅度比去年有较稀乱。不过明年产值预估降到5964亿美金。比起半导体产业面临修正，车用市场需求正旺，未来每一台车晶片成本会起8%至10%，到2025年，每一台车半导体含量为489美金，升悬到716美金。乌俄战争发展到至今的话，似乎出现了一些和平的曙光。2023年应该会呈现一个先蹲后跳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我目前的观点的话，应该会是以上下正负5个百分点之内保持持平的状况。看明年半导体景气也充满变数，受到美国晶片禁令的影响，传出中国半导体头人中芯国际要用17奈米制程，透过降低技术条件来符合美方规定，甚至真正会当予美国的客户有信心爱国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官方头一摆证实，中国已经安装会当射搁较远的新型弹道飞弹，伫咧6只潜水舰顶悬，对美国造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表示，中国甲罗西亚拢想要用武力来解决代志，这是印太地区真大挑战。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18证实，中国海上6架弹道飞弹和畅水艦拢装第3代洲际潜射弹道飞弹巨龙3型，这是由中国家己研发第3代洲际潜射弹道飞弹，营造真济核弹头，上方射程比12000公里较远，比巨龙2型7200公里较好。这表示为中国研发或者是南海发射导引威胁美国。美国表示会密切了解这畅水艦的动态。Beijing, like Moscow, seeks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disputes are resolved by force, and where autocrats can stamp out the flame of freedom.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中国一个部署协武也违反自由稳定的国际关系，指中俄拢在追求诉诸武力解决争端。学者分析，中国部署协武的举动，也在向世界表示对台海有主导权。和组织其他国家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协防台湾，就如同俄国他目前入侵乌克兰一样。俄国没有派兵入乌克兰协助，就是因为俄国手上有6000件的核武。美中表调后台海情势紧张。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在巴厘岛举行拜习会进前，美军驱逐舰班福特号捌在11月7日通过台湾海峡，不过美军并无对外公布。日本媒体分析，可能为避免刺激中国，不过也显示美国继续传达坚守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信息。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今去印尼参加 G20 峰会结束，19个飞去基辅头一摆会见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佮要提供大约代表18亿的军事援助。This year alone, we have provided £2.3 billion of military support, and we will do the same again next year. We are today providing new air defence support, including 120 anti-aircraft guns, radar, and anti-drone equipment. We're extending our training for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to include specialist expertise from UK medics and engineers. 苏纳克表示，伊会延续前首相强森甲特拉斯的约束，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且卖愈大力援助，互乌克兰的民众甲军队渡过寒冬。另外，嘛，佮准备大约代表6亿的人道援助，提供粮食甲热风杂货的所在等等。镜头来看马来西亚的国会大选，目前由反对党的领袖安华所带领的希望联盟摕到上侪席次，不过也未赢过半。另外，97岁前首相马哈迪拼人生上尾一摆参选，但却是选不掉国会议员。马来西亚国会大选19开始了后，引发着各地投票所有未少少年人出门投票。I feel like it's a mess. Like looking at all the dramas. So yeah, I really hope that this time will be a very fair and a fair voting process for all the people in Malaysia. 根据选情分析，这摆选举情势无稳定，真有政党赢得着半数以上席次，其中97岁前首相马哈迪竞选国会议员却失败，在家己选区兰卡会5位候选人当中得票数击败第4。伊之前捌讲过，这是最后一摆参选，恐惊会结束伊70党的政治生涯。目前由反对党领袖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摕到上侪席次，了后是前首相慕尤丁领导的国民联盟，现任首相沙比里是落在正后边。透早安华家己开记者会表示，希望联盟已经争取其他政党支持，会得到超过130位议员的支持，会按照正常程序提交予有最后决定权的苏丹。As a majority bloc, we have managed to get the support of MPs to form the government with a simple majority. 第15届马来西亚国会大选包含新选民有将近600万人，这摆选民有2117万人，要选出212位国会议员。不过有2席次的投票，因为候选人过身星期摆延后选举，只会产生220个席次。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联合国气候峰会第20达成历史性的协议草案，同意成立一个救助气候灾难的基金，详细规划却也未达成共识。不过，气候灾难是无咧单单想对策。美国的纽约州即马是提早开始落暴风雪，
至少已经有2个人死亡。 Hear no objections. It's so decided. 推啊讲落去，和原本第19因为无共识，延后闭会的 COP27 联合国第27届全球气候峰会，总算达到历史性的协议草案，当期成立一个损失甲损害基金。 We have come to a crucial juncture in our collective effort to address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You have all made a tremendous effort to bring us to this point of compromise and consensus. 这场峰会原本爱伫19闭幕，结果美国、英国、欧盟甲瑞士要求重新讨论协议草案，和闭幕延后。虽然已经达成建立基金的协议，但阁无通过全部草案的内容。瑞士要求要有更较济时间去审议内容。欧盟认为主要的拜托大国无做到应该有的努力，来增加甲加速因的减排。真侪国家烦恼过渡期甲成本的增加，也未做好伫应对气候暖化政策的时阵，爱达到进展的决心。 But I urge you to acknowledge when you walk out of this room that we have all fallen short in actions to avoid and minimize loss and damage. We should have done much more. Our citizens expect us to lead. That means far more rapidly reduce emissions. That's how you limit climate change. 在 COP27 也未制定确定的协议内容的时阵，美国纽约州打因为欧佩效应出现暴风雪，比原本预估12月2日接落大雪提早1个月。暴风雪搁伫过长江的暗时搁较严重，和西部水牛城积雪超过160公分，水牛城的机场有7成航班停飞，真侪学校紧急停课，搁至少2个人死亡。纽约州嘛宣布管区内底11个郡进入紧急状态。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 再来看莫德纳抗 BA.5 病毒株的疫苗，2天就已经超过2万人去注。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抑搁咧参详敢要买 BNT 的新配方疫苗。另外，本土的疫情今仔日是增加16197个确诊，死亡的个案有43例，其中上细汉的敢若2个月大。 新冠本土疫情持续长好，20礼拜新增加16197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同期降12.8%。中重症有154例，死亡有43例。其中年纪上细汉的个案是这2个月查甫婴无慢性病史，伊10月底破病确诊，用居家照护解隔离了后，11月初10伫厝内昏去，上医迄天就不治死亡。累计今年儿童重症死亡有38例。送医时已无呼吸心跳。 经急救无效，当天过世。经法医相验，开立死亡诊断为新冠肺炎并呼吸衰竭。另外，国内已经开始注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外界嘛关心 BNT 次世代疫苗的购买进度。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目前 BNT 也搁伫协谈，另外嘛要看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注射情形。如果说莫德纳是够的，那当然是否需要再购买 BNT，那这个当然可以再讨论。不过我们并没有说，这个一定不采购 BNT。事实上是因为它的进度是比较慢。那莫德纳是本来合约在那边，所以它供货是比较快。根据疾病中心统计，莫德纳 BA.5 次世代疫苗顶礼拜5开始注了后，头一天注射量虽然少，敢若6000多人，不过隔天注21467人，比 BA.1 次世代疫苗开始注的第2天注11000多人，增加将近9成注射量，注射算是真踊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天有真侪人会去南投水里的触桥耍高空弹跳的挑战，不过即马这寡业者却是互人质疑违法的经营，而且安全有风险。那业者是强调已经咧进行使用场地申请停书。为吊桥顶悬跳落来高空弹跳活动看起来真刺激。礼拜日透早有10人来参加，这是南投水里乡触桥，不过这个所在并不是主管机关核准的合法地点。有民众都认为业者非法经营，而且有安全记录，向南投县府检举。不过业者表示，场地使用的相关申请已经向水里乡公所提出申请了。在这个地点的设立上，我们都有积极的在申请当中。然后我们公司还有都有在县政府这边我们都有申请。然后那个娱乐税跟营业税我们都正常的有缴纳。
业者也强调，拢有相关安全措施。另外，除了有为参加活动的民众投保以外，连开的球也拢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南投县府是表示，会要求这场地主管机关水利乡公所爱加强管理。活动场地及公路法、建筑法则，应向场地所在主管机关或管辖机关申请使用许可。本府将辅导水利乡公所加强管理督导。全国空大条活动甲经营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活动场地爱申请使用许可所无相关处罚条例。另外，蹴球是不是属于适用公路法开发的球，县府还阁进一步确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港区内底丰来路，因为挖进北至地区游客是真多，这条路就封规定车速敢若会当到15公里尔。毋过有人实际去试验，油门稳稳啊吹咧，就足够超速。针对这件代志，高雄港务公司表示，限制车速敢若是要提醒驾驶慢慢啊驶，未真正开罚单。大型游览车、小客车也是奥多麦经过这条丰来路，准讲故意减速也是有可能超速，因为当地速度限制是15公里。没有办法，我之前有自己试过，是没有办法的，一定会超过。对我们来讲太困难了。怎么说？对，因为车子稍微油门一踩就超过了。15公里的速度，连脚踏车都有可能超速。不少用路人认为速度无合理，不过主管机关高雄港务分公司回应，这是为了安全才设的。车辆进入这个蓬莱路段要马上进入管制站或是进入停车场，避免车辆进入之后加速又要马上刹车，反应不及造成意外。高雄港务公司表示，丰来路伫高雄港区内，公司依照相关法维护管理，烦恼驾驶无设路况进入丰来路，随便加速发生意外，唔再设限制。不过车路的危机唔那伫平面道路，有驾驶经过国道1号泰山路段，互随便变马车道的大车弄到，真危险。变换车道应保持安全间隔，先使用方向灯提醒邻车，确认后视镜死角，再开始变换车道。国道警察提醒，变换车道无适当是高速公路紧急款的事故原因，提醒民众爱小心变换车道，嘛唔通袂记哩，驾驶前安全带爱下好，唔才有相重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对22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27度。还阁有外岛地区对19度到26度。再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